一星期一次帶你行雲泉嘅沙田，呢棟中國式嘅傳統建築，個名仲有個道字，竟然係基督教嘅教堂。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其實係由一位西方牧師所創立，採用咗本地化嘅道佛元素，加上中式嘅古建築，嚟到吸引華人信奉基督教，係中西文化融合嘅見證啊！已經有成90幾年嘅歷史㗎啦。建築群嘅主建築係聖殿，古色古香嘅中式外形咧，其實係一個教堂嚟嘅。道風山另一個地標就係大十字架，企喺十字架隔離咧，可以望到城門河嘅景色。咁今日嘅山野旅程就嚟到呢度結束啦，下一集就落返去沙田市中心啦。